等一下再一次。绿茶完全不是发糕。等一下，那是我要念的，你干嘛念我的？是不是对呀、发稿是什么？完全不是发糕。不是，我来。本节目为科普拉斯全新单元，聊剧、聊电影、聊动画，又能同时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。剧不剧透，可能会哦，客不客语，好憨腻。听声音，听下来，剧透客语 ，Let's go！绿茶完全不是发糕，色呛梅清性甘甜。你今天喝什么茶？我刚才那一杯吗？绿茶加红茶。风茶完全发糕。等一下，你翻中文就好了。色水风，梅甘牛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你翻译就好了，你不要这么逞强。我从第一句开始吗？好，开始。绿茶完全不是发糕，色呛梅清性甘甜。绿茶完全不发酵，色像草青，味道清新甘甜。包種係冇眼發嘅茶，色像碰通，幼幼講，沒有啲色。包種是輕發酵的茶，茶色蜜黃帶油光，味道帶青色。烏龍發下甜，茶甘嘅色，梅下盤甘酸。烏龍重發酵茶，茶色是橙色琥珀，味後重甘醇。風茶完全發酵，色水風，梅甘牛。紅茶全發酵茶，顏色最鮮紅，味道甘濃。對，有沒有覺得聽起來有點浪漫？今天我們開場的這段客語台詞呢，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？有。其實呢，這是戲劇《茶經》第3集，就是天才茶師山妹的經典台詞啊。剛剛一理解是不是很像三妹？很像1、2、3的3。對對對。很像1、2、3的三妹。我真的很喜歡三妹這個角色，因為我覺得她看起來好淳樸，來自於那種深山茶寮。對，她沒有讀過很多書，可是她卻有製茶的天分，所以你知道那種擁有天分的那種製茶的那種職人，所以當她念起上面那一段台詞的時候，超級有感覺。對，她念起來就很像閃妹啊，你念起來就真的很像三妹。等一下，散妹跟閃妹。等一下，我要講的是，剛才上面那段台詞其實很難，你聽中文就知道它很美。對，那我以前是很喜歡四線腔，我覺得好溫柔。可大家跟我講說，這一段台詞念海陸腔，其實特別有韻律感。真的，我覺得用海陸念起來的那個音調很像在唱歌，對，有這種感覺，很輕柔的感覺。對，不過說到山妹不是三妹。你知道當時 casting 的時候，很多人啊都好想演三妹的角色。你知道像你嗎？我不行啊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兩個原因，第一，因為感覺上是職人；第二，台詞相對很少。雖然有上面那個很難，我剛剛分享的，不過相對台詞比較少。最重要的感覺是你想想看，你是一個茶的職人，那個手、那個茶葉、那個揉捻，是不是很有感覺？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耶。什麼問題？你是不是有 casting 這個三妹的角色？我跟你說，當然是沒有，因為誰要去自取其辱啊？你擺到下好嗎？好，那我先來替那個還沒看過《茶經》的聽眾朋友們來一段快速的懶人包哦。好喲。第1956年嘅用時，台灣嘅茶米比金美還較貴的時期。在1950年，當時台灣的茶葉比金子還貴重的時期。清代茶米出口上的土生總一行，同家把安泰的事業接下來。最大茶葉出口商的獨生女張藝興接手父親龐大的事業。大家做得想看啊，這是一張無松人的時代，一行
酿的滴像赞宠，暗记烈烈松松风，意思茶米重操奇迹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那是一个没有女商人的时代，一心如何在商场如战场的尔虞我诈中，靠着茶叶创造奇迹。是，而且茶经呢也被誉为是最美的时代生活剧。它的故事灵感呢是来自于新竹北埔的知名茶叶商人江阿新。那这位江阿新呢，他非常不简单哦，他当时呢是拥有全台湾最大的茶厂跟最新的设备，他也呢掌握了全台湾最高的红茶出口量，整个北埔呢有70%的人都要靠他养。那在他的人生当中呢，也见证了台湾茶的历史。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大家都很喜欢喝茶，尤其是像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每天都一杯手摇饮，你有吧？有还那么得意的脸可是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们的台湾茶？所以说到台湾茶的历史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台湾茶叶在1949年前后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外汇来源，它扮演了很重要的台湾的外交推手。外销到哪里？美洲啊、非洲啊、欧洲市场。大家想看看那个时候啊，一卡皮箱就去欧洲做生意耶。我们讲到那个年代好像都只有粗布衫，对不对？然后踩在泥巴路，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，更重要的事情是台湾茶比例很少哦，你知道它只有1%，可是我们就靠那个1跟全球其他的99一起来一较高低，所以我可以说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奉新。哇，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感觉。没错，是那个量是小虾米，对对对，可是我们的能力是很好的。对，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奉新啊。听说在这个粉丝专页有很多人在问这个奉新你现在是不是2个腔调有点高混？对，快搞混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4线腔，奉神，海陆腔，奉新，不错不过你刚刚讲是真的，因为那时候一播出讲到这个词的时候，很多那个观众朋友就会说，到底那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有略略知道吼。这个奉神呢，它有时候呢可以用来夸赞别人，然后也有可能会不小心变成负面的感觉，变成负面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取决于用的情境，然后也取决于你用的口气。例如说像是你穿衣服穿得很挺拔，穿军服啊，很威风凛凛，我们可以说哇，凯香很丰神懂丰神哦。对，或者是说其实你很多事情都做得很棒，然后你这个人都表现得很好，然后很杰出，我们也可以说凯香丰神哦。哎呦，不错嘛，丰神哦。对，可是这个语气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爱现好了，我举例，然后什么事情都很骄傲，然后很想要展现给别人知道，我也会说哎呦那个人很丰神呢就变成了是一个比较宫斗剧。对，宫斗剧比较负面的一点点感觉。对，所以当大家问说到底奉神奉新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它就是会有正面的意思，但是也可能有负面的意思在里面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很相似的词就是傻批哦。对，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得意骄傲的样子。胸黑阿克熊拿到金钟奖，按傻批哦。好，这个我也可以，怎么样？就是如果我是真心祝福你，我就说你真的很傻批呢，海陆腔，动傻批呢，好棒哦。然后我也说动傻批哈怎样拿到金奖啊？傻皮哦，逢神哦，请逢神嘛。好，我们要正面一点，我们要说凯翔你姐是动奉新呢，动傻皮呢，很棒，要正面一点哦。没错，不要偷偷在那边。我觉得我们快要离题了，不过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茶这件事情，所以当然就是要请大家可以跑步以茶，一边喝茶一边听我们的 podcast。 说到这，请问一下你爱喝茶吗？ Of course， 你看董浩林茶我非常喜欢喝茶，而且呢我觉得我最爱喝的就是人家帮我泡好的。好糟糕，好糟糕哦！你该不会很喜欢去外面买那个手摇饮吧？对啊，人家帮你泡好的，当然就是直接喝啊，为什么还要自己花力气在那边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不过呢，我看完茶经之后啊，看完茶经 Go Hell， 我真的有开始去，比如说像是猫空啊，或者是去九份啊，来一趟就是品茶之旅，就是会想要去学习怎么泡茶。
好浪漫哦你。当然了，那边还是有店员帮你泡好，但是就是理解一下他们泡茶的过程。那你最喜欢喝什么茶？就很矮的青蒿就很奶茶。哈，结果我们讲半天，你喜欢喝奶茶？超奶茶、奶茶有没有？海陆腔是奶茶。那我考你一下，珍珠奶茶就会珍珠奶茶，大珍珠、小珍珠、大珍珠、小珍珠、大粒珍珠、小粒珍珠。海陆有没有？大粒进驻，小粒进驻。那海陆的那个海陆腔的奶茶怎么说？奶茶。那海陆腔的珍珠奶茶怎么说？进驻奶茶。谁准你考我？到底谁准？好，换你考回来，不好意思。谁准？好啦，黑珍珠、白珍珠。乌珍珠、白珍珠。乌进驻、白进驻。那请问一下，黑白珍珠？乌白珍珠。乌白进驻。也可以说喵蛹珍珠、熊猫珍珠。哦，真的吗？这我不知道你自己编的吧？对啊，我自己编的。因为熊猫珍珠就是黑白啊，黑白珍珠啊，对不对？熊猫奶茶有没有喝过？有熊猫奶茶吗？有。认真？外面有卖？有，姐姐真的有啦。它的意思就是它是黑白双混珠。好，那我你干嘛吞口水？突然很想喝。好，我们今天上面是不是有提到像是红茶？嘿，怎么讲？枫茶。枫茶。那绿茶？绿茶。柳茶。所以你很喜欢喝绿茶吗？我很喜欢喝绿茶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去油解腻。对，可以帮助消化。那我问你，不错，蜂蜜绿茶。蓬通绿茶。碰通柳茶，不错哦。那梅子绿茶。梅加绿茶。梅加柳茶。包种茶。包种茶。包种茶，可是手摇饮店好像比较少见这种茶。对，那这个包种茶呢，要去哪里喝呢？听说最有名的包种茶是在台湾的北部哦。然后这里的包种茶呢，闻起来会有一种花的香气。看起来是真的蛮有研究的。对，你是看起来，我们也只是看文字上。好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发一下包种茶的手摇饮系列。刚刚台词是不是还有提到乌龙茶？对，乌龙茶。乌龙茶，我觉得在这里呢，我们除了讲枫茶、柳茶、包种茶、乌龙茶，我觉得要加码跟大家分享一款，那就是茶境地毒最灵魂的一种茶，叫做卓颜茶。这是客语字吗？你会念吗？东方美人茶。那四线腔怎么念？抽眼茶。对，就大家会称它是东方美人茶，可是事实上四线腔就是刚刚凯翔念的抽眼茶。海陆腔丑然茶。为什么叫丑然茶？因为是卓园，那卓园是客语，意思就是说那个茶叶被那个小绿叶蝉咬到，所以它因为咬到了之后才产生那种特殊的蜜香，所以我们叫做丑然茶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人被这个小绿叶蝉咬到，会不会变成东方美人呢？会不会变成东方美人手？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蜜香，我应该会拿那个面速利达姆给你擦，然后你应该会有个小包，说不定他们还不屑咬嘞。这人的味道好臭。对啊，那个血好臭哦。好，别闹了。好了，对，我觉得东方美人茶其实它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客观条件在那边，不是我们人可以控制的，所以当然它就比较贵。对，人家条件嘞，分享很多老亚茶有相关跟客家法。那接下来呢，要教大家怎么来运用，比如说我们要到饮料店、手摇店要来点餐，用客语来点饮料的时候，你用板来点嘞。那你要当那个老板吗？我来点。好，我当老板，然后你当顾客。可是你可以当客家庄老板吗？所以全部都要讲客家话，意思就是说你的母语是客家话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不太会中文，我们把人设固定好。对，好，那 OK 可以哈。那我来点哦。老板，我要点那个文阳，我要点那个红茶。红茶黑吗？黑。红茶一笔。等一下，我老板，我想换那个苹果红茶。加令果的红茶黑吗？令果红茶。算了，我觉得我想要喝那个奶茶。奶茶黑吗？我想加珍珠奶茶。还会加珍珠就会珍珠奶茶嘛？等一下，我觉得珍珠奶茶
珍珠冷茶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珍珠奶茶热量有点高，我要绿茶。哦，2分钟，绿茶系嘛？绿茶算太无聊了，我要改蜂蜜绿茶。红桶绿茶算了，我不会再换了，这我最后要点了，我要半糖去冰珍珠奶茶，大颗珍珠。半桶每一边嘅珍珠奶茶，然后珍珠嘅太粒嘅，安尼系嘛？超。你有特调哦，我改柠檬蜜乌龙，不加糖，加白珍珠。2分钟，檸檬碰糖不良，每加糖加拍珍珠系嘛？錯，4下子耶！你想关门是不是？关门的啦，不是啦，因为一下打烊时间到了，所以我买不到是不是？点 take you 你看吧，有人设很难呢。我们本来想说一句好好讲，你看吧，你就想要人设，你看他结局就变这样。大家还有想要什么手摇饮的名称呢？欢迎呢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。我好想知道哦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外面点手摇饮，像手摇饮的名称都超复杂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留言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个复杂的手摇饮要怎么用客语念。对，那欢迎留言给我们哦。耶，好。记得听耶，克普拉斯属堂剧透客语 ，Let's talk and ham拜见，张磊彪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其实我手边有蛮多奇特的手摇饮。现在真的出很多奇怪的。我念给你听。什么迪丽热巴？你可以念吗？迪丽热巴。谁会呀？迪丽热巴。哦，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有听。OK， 我有听过那个绝代双 Q 奶。切胎。这个喝了会不会切推是骂人呢？切推是骂人，我妈呀，切推送 Q 呢？这个客家人绝对不能喝的。还有，芝芝芒果果粒，紫反酸果粒。最后一个 ，QQ 奶奶好喝到羊扑茶。不好意思，是咩扑茶，超难的。QQ 奶奶好零多。咩扑茶耶，挑战成功！我们希望可以赶快看到大家留一些奇怪的饮料名称，好像都被我们讲完了。好了，不管。